今年嘞雨水大，我前期栽的葱非常好，这慢慢的你看见没有，都烟灰完了。如果咱过年想吃这个大葱嘞，现在啥子已经晚了，咱可以给它买点秧苗。咱栽的时候嘞，尽量不给它栽陆地上了，咱可以栽到花盆嘞、泡泡箱嘞、梅子袋嘞都可以。看我这梅子袋里栽的葱，和那陆地里是一起栽的一批的葱，看这梅子袋长得好不好？这个梅子袋咋栽嘞？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咱栽葱的时候呢，这个梅子袋上土不要上太满，葱栽上以后，后期生长着那个大葱呢是不定时培土的。咱栽的时候呢，你看咱圆圈上手给它挖上沟，叫这个葱给它挨着摆。这摆好以后呢，你看咱圆圈给它一封土，水一浇，不几天都翻过来苗了。等翻过来苗以后呢，给它冲水。这个冬天冷了呢，咱也可以给它搬到屋里。这个梅子袋呢是非常方便。大家想要这个梅子袋的嘞，我给家人放在下方小黄车里了。